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到屏东市民族路的夜市啊，有一条火锅巷。早暝10点外，真侪人来食火锅，听到外口是安尼饲茶叫，原来是一个警察咧掠毒品的通缉犯。这个警察佫一直话讲帮忙斗相共。有10外的民众看到，无分男女，这个碗池随坑咧，冲出去斗掠人，大家合齐压制这个嫌犯。 10几个人做伙压嫌犯，有查甫的，冇查某的，有的人穿便衫，有的人下卫士裙。伊毋是警察，是本来伫咧食火锅的人客，含火锅店店员。大家共心做伙甲嫌犯压掉话，扣掠的查甫人，总归尾嘛是袂顶袂当。你下车一下。昨暗时9点，嫌犯坐伫咧朋友的车，看到警察调查，雄雄心喜，想要浪杠栓。来一下！ 警察约200公尺远，约到屏东夜市啊，巷内底两边拢是火锅店，食火锅的民众看到这个画面，遂冲过去斗相共。2、3个人都还压不住他。代志发生伫咧屏东夜市内底，当时大家当伫咧食卤，想到听到路口真吵，刚看到警察含嫌犯伫咧相拍，全部的人不管是店员还是人客，拢冲出来掠人。打人啦！介有爱心。喂，你感觉安尼咁好？好啊，那好。原来这个查甫人是一个毒品通缉犯，警察尾仔伫咧伊的身躯顶敲到海洛因含食毒品的器具。全案讯问后，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来这食火锅的人客含店员看到歹人互掠起来。 龙华一个脸噗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